好，咁啊，之前咧就問咗大家條問題啦，咁我而家喺度解釋翻個答案先啦。咁上次咧我條 video 問個問題就係咁嘅，我就話啦喺7月嘅時候咧就買咗張演唱會飛啦，跟住喺9月中嘅時候咧就去睇個容祖兒李克勤演唱會喎。咁個問題就問啦，嗰780蚊個門票價值啊，究竟係唔係睇演唱會嘅機會成本呢？嗱，因為我嗰個 scenario 即係我個情景係咁噶，我係較早之前已經俾咗錢啊嘛，咁門券已經喺我手上面噶啦嚇。咁我就想問啦，咁呢780蚊計唔計落機會成本呢？個答案就係唔計噶。嗱，你記住點解計或者點解唔計呢？個概念好簡單嘅啫，機會成本啊。咁有啲同學仔我見到留喺啲 comment 咧就話生 cost 啊，即係歷史成本或者沉沒成本咁。咁其實但係呢個字咧，呢個字眼啱嘅，冇錯嘅，但係咧就唔需要喺我哋嘅 DSE 嘅 syllabus 出現㗎啦。咁我哋用翻呢個比較簡單啲嘅概念啦，去解釋點解佢唔係機會成本就得㗎啦。我哋可以用翻一個最簡單 no choice，no cost。沒有選擇，沒有機會成本嘅概念去睇就得㗎。即係咩意思呢？嗱，呢780蚊呢，你可以問自己個問題啦。我而家入去睇呢個演唱會，我可唔可以攞翻嗰780蚊？咁當然唔得啦，一定要俾啦，係咪先？但係調翻轉，我唔去睇，我可唔可以攞翻780蚊？都係唔得㗎。點解？因為呢780蚊係你7月所作嘅決定。OK， 你呢780蚊係點樣都攞唔翻㗎啦。OK， 咁所以你有冇得重新選擇過呢780蚊可以點樣用呢？如果冇嘅話 ，no choice no cost， 所以呢一個並不是機會成本嘅一部分嚇。咁但係咧你會再深入去諗下一件事，就係話，咦，點解會咁樣嘅咧？如果門券越貴，我咪睇得越少咩？啱啱嗱，呢個都其實都啱嘅喎。嗱，我又要提出一樣嘢咧，去等大家一齊諗下嘅，就係究竟張演唱會飛可唔可以轉售嘅咧？嗱。正常嘅演唱會飛咧，理論上就唔可以轉售嘅。不過如果即係假設可以轉讓 transferable 嘅話，咁你個答案有冇唔同咧？嗱，個答案好簡單嘅啫。嗰780蚊仲係唔係機會成本 ？OK， 個門券價值嘅 mark price 係咪咧？嗱，記住都係唔係㗎嗱，因為可轉讓嘅情況底下咧，你個轉讓價未必一定等於個門票價錢㗎。舉個例子，你臨時臨急，即係8點鐘開場啊，你7點50分喺 WhatsApp group 度話，喂，有冇人想睇個演唱會啊？我而家急放300蚊。OK， 咁呢300蚊就會係你機會成本。點解？因為你唔去睇演唱會，你攞得翻個300蚊，你有得選擇。咁呢300蚊就同你行為相關，我哋叫做 relevant。嗱，行為相關即係咩意思咧？如果呢樣嘢越大嘅話咧，令到你機會成本劇增，你會做得越少。嗱，舉個例子啊，我好中意李克勤㗎，我一聽佢唱歌就覺得好感動啦嚇。咁但係問題就係點樣感動都好，感動係有價錢嘅。如果有個人喺個演唱會個門口同你講，喂，我要800蚊同你買張飛，跟住你就心裏面諗，我係死忠嚟㗎喎 ，OK， 我係容祖兒嘅粉絲嚟㗎喎，800蚊。冇可能㗎，我呢一張飛無價，我點都唔放㗎啦。OK， 咁我想問啦，呢800蚊係咪有機會成本咧？都係㗎。嗱，如果佢真係賣得嘅話，呢800蚊啲轉售價錢，嗱當然啦，是但一個係啦，當然係。咁啊，放棄選擇裏面價值最高一項咯。OK， 得唔得？你如果真係決定去觀看演唱會 ，OK， 你去睇演唱會，呢句説話即係咩意思啊？你已經揀咗睇演唱會㗎啦。OK， 揀咗睇演唱會，你即將踏入去，放棄咗啲乜嘢？你放棄咗賣俾300蚊或者賣俾800蚊。嗱，呢300蚊 WhatsApp group 嘅，800蚊咧門口有人賣嘅。咁你即係換句話説，你如果800蚊呢個你揀咗賣俾佢，你冇得睇，你堅持入去睇，你放棄咗800蚊嘅收入。咁所以咧，呢800蚊係咪機會成本就係啦？同呢780蚊有冇關係？同個 mark price 同個標價冇關係，就冇關係。嗱，我再舉個 extreme 嘅例子，等大家理解下。我係李克勤死忠，我係容祖兒死忠。OK， 咁我點都唔賣㗎啦。咦？但係去到門口嘅時候，竟然有人同我2萬蚊。2萬蚊即放佢攞住20張1000蚊紙 ，OK？ 你係心動不如行動。你諗下2萬蚊可以買到幾隻 DVD 同時間播？咁所以咧，你會發覺嗱，我俾張飛佢攞翻2萬蚊，而家今次機會成本劇增2萬蚊，所以亦都可以話俾你聽，其實你機會成本改變嘅時候，你會影響到行為相關嘅話咧，咁就會變成一個機會成本。咁所以呢2萬蚊就會係變成機會成本嚟㗎啦。嗱，注意300、800、2萬蚊有冇一定要同個門票價格掛鈎？咁答案唔需要㗎。咁所以其實你應用翻呢個日常生活裡面嘅，譬如有啲啱啱嘅 smartphone，有啲智能電話，譬如App
嗰個蒲嗰個啦嚇，OK，咁你就有個電話開始發行咯噃，iPhone 6S 咁樣先算。好啦，咁你究竟值唔值得用咧？OK，嗱，你發覺你一買嘅時候咧，可以即刻放。如果佢放個價錢係高過你嘅價值嘅時候，你咪唔用住咯。點解？因為你繼續用呢個電話，機會成本增加嘛。但係調翻轉，如果你電話放唔到咯，OK，咁你會繼續用啊？你用電話嘅機會成本下降，咁所以咧，你會用電話用多咗，自用啦。好嘛？好啦，就係咁啦。今日解到呢度，咁啊留意翻下面啦，我會有個得獎名單啊。咁到時咧你就根據呢一個WhatsApp 嘅短信啦，咁我領獎啊。